台警察的凶手抓到了。台南二分局2个警员追捕同一犯，互对方杀害，甚至死亡，是互全台湾的民众着惊心痛。嫌犯经过17点钟的逃亡，伫半暝4点外，伫新竹客运站，互警察甲逮捕。早起破案的记者会，台南市长王伟提讲，虽然破案，但是所有当人的心中无一点点欢喜，因为失去着2位优秀的警察。内政部长徐国勇嘛来痛骂，讲这种台警察的行为天理不容，实在可恶。你是不是就是要置远景于死地？抬起头来啊！头压个真低，伫白色安全帽的，就是台西2个警察姓林嫌犯。伊早17点钟，总算伫咧23号下午红抓起来，移送台南警3分局。真侪警察冲过甲嫌犯压伫咧涂骹，姓林嫌犯犯了后，先甲奥多麦等伫咧台南土城高中，半暝走去一间超商提枪抢劫，尾后佫坐客运去新竹，警察点守伫咧客运站附近。23号下午，等到嫌犯落车，甲伊抓起来。毋过破案的记者会气氛嘛是真歹。案件侦破，所有办案同仁，所有警察同仁，心中没有一丝的喜悦。因为毕竟我们失去了2位英勇、优秀的年轻员警，告慰2位殉职的员警在天之灵。杀警真的是人神共愤，天理不容。所以我们警察同仁这件案子也会把相关的动机、事情发生的经过等等。会来做相关的一个厘清。2个警察执行任务过身，互全台湾的民众心惊胆吓。检警嘛继续调查，会互嫌犯得到法律制裁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